充满我，新力量诗选第224首，新力量诗选224。前几个礼拜我们已经唱过这首诗歌，看看我们还记得多少啊？那我们请司琴给我们点前奏。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祈求平安，也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顺利运作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见面，在这里一起来唱诗敬拜赞美上帝。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献上的赞美祭为你所喜悦，也为线上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点、同一个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都能够顺利的进行。献上祷告，让所有的流程都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请听上帝的话。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敬拜你，是何等的感谢。愿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名被全地传扬。愿你光照我们，也顾念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再次的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诸般不义，也除去我们的骄傲。我们也愿意真心悔改，谦卑顺服，定睛在你身上，明白你的旨意，以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心中的苦楚，求主你来安慰；我们面前的难处，也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引导。我们的忧虑也能放下，交在你的手中。今天的崇拜中，我们可以得到重新的得力，心中也充满了盼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224首，充满我们来唱全首。这
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宣告。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生命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起英文，接下来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一起诵读这段经文，诗篇48篇，有4位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48篇第1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上帝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女一样。上帝啊，你用东风跑过他施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上帝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上帝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上帝啊，我们在你的殿中，你的慈爱。上帝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城邑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到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国，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我们一起来最后一节，因为这上帝永永远远为我们的上帝，他必做我们一路的直到死。接下来是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为下面的事项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我们的宗派同胞肢体来向你祷告，求主纪念。所以我们要为着欧洲国家俄罗斯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使他们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得到救恩。为此献上祷告。我们要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南部郊区永康卫理堂施正宇牧师来祷告。
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为此来祷告。主，我们也为着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家来祷告，愿战火能够止息，和平可以降临。我们也为着学子、青年学子进入暑假，以及预备各样证照、国家考试等，求主来看顾，有好的作息规划、体力还有智慧，为这一切来祷告。愿他们在假期当中出入平安。最后，我们要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圣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课我们邀请小平姐妹来为我们读撒母耳下还有哥林多后书2段经文。今天的第一课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5章1到5节和9到10节，在教会圣经旧约304页。翻到由我来为大家攻读撒母耳记下5章1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人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0.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第9节，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与他同在。第二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章2到10节，在教会圣经新约203页。翻到一样由我来为大家攻读哥林多后书12章2到10节。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小婷姐妹。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6章1到13节，在新约的44页。有时会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6章第1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第7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祝福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脱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示范献诗，示范今天要献的是有益活泉。你
谢谢诗班的献诗。今天很特别要在牧师的证道之前，我们要颁发城主的颁奖典礼。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文牧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做成人主日学的颁奖。那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将近3到4个月的时间。那每一天每个礼拜我们有这样的学习。那我们向主献上感恩，因为我们这群弟兄姐妹热心愿意来寻求真理不论是在圣经方面，或者是那个圣乐的学习上，都有进步跟成长。我们向主献上感恩。那我们就来为我们的这些的学生，还有为我们的老师来颁奖。那因为学生人数众多所以我们就请老师来代替就好了，好吗？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各班的老师，我们就到台前来那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各个成人主日学的班级好，那请我们的这个老师还有我们的卢君姐我们的天一兄，我们的赵鼎兄好，那这几位是我们的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老师那包括我自己也是。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学期的当中，我们能够有这些的学习。那我们向上帝献上感恩。我们当中有圣经的课程我们的邵文兄，还有我们的赵鼎兄还有我们都是在圣经上的一个教导还有少一个伟翔，这个校长特别钦点。好，伟翔弟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观堂的弟兄姐妹们介绍一下，他也是家乡的人好。然后我们的圣经教导，那还有我们的音乐的服饰的这些的老师们，他们都这个精心的摆上。那我们的同学刚刚讲了人数众多，我们就不方便让大家到台前来一一唱名。那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教育部长，我们的茂林兄来颁发我们的各班的奖项，然后给我们的学员那我也要下来一下。好，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来谢谢我们这几位老师好，那各班的同学请跟我们的老师来领我们的这个勤学奖。那每一个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尽心来摆上我们教会的特色，这个也让我们的友堂知道一下，我们教会里面的成人主日学的特色就是不是老师就是学生所以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是我的学生他同时也是其他班的老师或是其他的一些的指导者，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学习是
一个很热情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延续。那我们也期待9月份弟兄姐妹再继续的报名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让我们的无论是在各方面音乐崇拜，或是我们的圣经知识，或是我们的服事，能够更加的蒙恩。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各班的同学、各班的老师，我们一起来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能够来颁这样的奖项，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学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能够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并且让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成为老师，来教导这些的后进，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领受，并且来学习教导。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正道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见证与偏见。弟兄姐妹，牧师在讲道前跟大家先做一下那个工商服务我们的楼下还有在园游会当中有一些还没有拿出来卖的一些的商品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能够再去看一下有哪些需要的话，可以再到1楼的地方再去在那边来寻找你可能需要的一些的东西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工商服务的事情。好，那第二个，我们今天很高兴跟欢迎我们的这个观堂堂的香港的观堂堂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我们当中。请坐好，10几个孩子他们不能叫孩子，他们是青少年高中毕业，或者是有的是大1、大2的学生。那辅导带他们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做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美的地方是，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地方来的，或者是我们哪一个族群，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体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个礼拜堂里面一同敬拜，能够在一个空间里我们一同来赞美上帝，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一样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个月份，特别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也一起来领受圣餐。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祝福他的话，将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那我知道很多人现在没有圣经了，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有手机也可以，但是请放到圣经软体上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3C 产品用的很多所以当然它也有方便的地方。像我们现在要渐渐的少纸化，少纸化不是少纸化少纸化。所以我们现在周报印的量已经比较少了。那各位可能会觉得说，那印的量少，那怎么办？如果我需要周报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在我们的楼梯转角，或者是电梯里或者是在你的可能在你的桌角，或是在其他的就是在礼拜堂的外面的门口都会有贴 QR code。如果各位你有手机的话，你也可以扫 QR code， 然后让我们可以能够来运用这个电子的周报，尽量减少纸张的使用让我们能够为环保也能够尽一点心力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尽量能够少使用纸张。那当然我们很多东西用3C 来取代很好，但是我们也需要去顾及到一些人性的感受。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跟师母如果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在餐厅里面都叫我们要扫 QR code， 但是如果没有带手机来的时候怎么办？哇，那是不是不用吃饭了那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服务生的态度就不一样。有的服务生他就会很殷勤的说，没关系，我来用这个纸本的帮你填写，或是我来帮你点餐。那有的就不是，有的就随便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教会里
有一点人性跟一点温度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 QR code 扫，我们希望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当中有一些的需要，或者是缺乏的时候，或是软弱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些爱心，能够去帮助人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会扫 QR code， 弄了半天弄不会的时候，那我们当中比较会的人就协助帮忙一下，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好，那所以贴心的举动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会使用，会知道怎么做，然后会能够有这些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大家都可以接受。好，所以有一个年轻人，他为了让他的长辈们知道骑车的时候，或是骑摩托车的时候要怎么样去看那个仪表板，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仪表板不会看哈，所以就有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好，让大家看一下哈。好，知道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吗？好，这个帮我们的这个香港朋友解释一下哈。这个仪表板上面从0开始，对不对？然后一直到这个最底，可能有200多或是100多啊。好，这个第一个0的地方，它写什么？北照，就是不会跑的意思啊。然后什么？金班啊，很慢的啊，普通的，然后正常的，有较紧哦，这个就很快了啊，真紧，非常紧，温死的啊，这个跑太快就温死的啊。还有这个，如果是那个油箱满满的，在台湾话讲叫做滴滴啊，就是满满的。那如果是这个空的油箱，就是康康啊，就是没有啊。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让一些长辈们贴心一下，可能要用比较俗气的方法、怂的方法，让人家可以知道哈。所以我不太喜欢用俗气，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知道的方式。其实什么叫专业？专业其实就是用人家听得懂的话去传讲，那个叫专业。好，所以牧师常常要做这个事情，知道吗？牧师的功用就是要把很难的东西讲得很简单啊。学者的用处就是要把很简单的东西讲得很难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成为别人的帮助，帮助人，让人家不熟悉的时候，我们能够让别人可以熟悉，知道怎么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圣经，请大家翻到今天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的地方，我们今天要看到耶稣来到会堂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不做礼拜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礼拜很重要，因为耶稣也做礼拜。耶稣做礼拜，他在会堂里，他做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2节，一起念来。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稀奇。亲爱的弟兄姐妹，众人听见就稀奇，为什么？因为耶稣他们认识，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耶稣在那里进到自己家里的礼拜堂，所有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从小看到大的这些长辈们，看到耶稣回来了，虽然很高兴哦，这个年轻人回乡了，但是他们开始有点怀疑了。他们怀疑什么？耶稣居然在里面讲很多的道理，而且这些道理居然是跟自己家乡的牧师、跟自己家乡的老师不一样。这个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耶稣在经文里面说，人听见，众人听见就稀奇。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叫偏见？知道吗？有没有听过四川人都吃什么？都吃辣的，对不对？好，广东人什么都吃，对不对？除了天上的飞机、地上的这个跑的车子，什么都吃。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所谓的偏见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所谓的偏见，我们常常会用偏见去看人，甚至会认为这个人我从小就看到大，我都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以前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实习的教会里有一个这个叫做 K 书中心。就是考生他们要在那边去读书学习，然后在那边预备这个考试。那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在预备的时候，那她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年轻人来我们的教会来做 K 书中心来读书。好，那我们就趁机会就去跟她传福音，然后跟她讲有关福音的信息。
当我跟他讲信息的时候，他一直眼泪一直这个刷刷的流下来，然后非常感动，然后心里面说啊，我愿意认罪悔改，我要相信耶稣。我们听到人家相信耶稣的时候，心里都会很高兴，都会希望说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话，很好。那但是因为你是某某教会的姐妹，所以我跟你的牧师报告，请你回去的时候跟你的牧师来讲一下，或是跟你的教会的辅导来讲一下，说你已经愿意接受耶稣了。好，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教会的牧师，给他教会的辅导的时候，结果这个教会的辅导说什么？哎呀，这个很正常，很正常。他到处都会哭，他到处都会去哭诉他的苦难，他到处都会去哭诉他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偏见，听得懂意思吗？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把我们当成跟过去一样，很多人还是把我们当作好像我们就像他们认识的那样的人一样。耶稣从小在拿撒勒长大，他有可能穿着开裆裤到处跑的时候，这些阿伯、这些阿姆可能都看过，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样我们曾经认识的人，居然今天可以成为一个教导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人的时候，好像在看那个镜子一样，我们并不是真正的看到他的实体，甚至有时候我们看镜子还会忘了，离开之后还会忘了他的长相像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用一些的偏见或想法去认识人，或去认为人应该就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当耶稣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各位如果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反而没有多行神迹。圣经里面翻译和合本里面翻译的是说他不能多行神迹，其实不是不能行神迹，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用信心来接纳耶稣的神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样来告诉这些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第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到他的家乡，在那里讲道，进会堂，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拒绝他，甚至认为这个我们很早就听过了，这个人是谁我很早就认识他。跟大家讲一个奥妙的地方各位知道，其实我们的牧师们，我们的传道人去到每一个不同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传道人都是名讲员哦。听得懂意思吗？每一个牧师去到别的教会讲道都是名讲员了。上个礼拜我们的凤山的一会牧师来我们这边讲道，对不对？大家一定觉得胡牧师讲得真好，对不对？我们之前的徐牧师回来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讲得真好。然后我去到凤山的时候，凤山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说牧师你讲得真好。但是回到自己的家呢，回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这个牧师讲了我都知道了，牧师讲了我都听过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用我们对这个人熟悉，然后就认为他好像是 nobody， 或是觉得他不是什么。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人。上帝看人不是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然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很愿意寻求真理的人，我不能够说他不对不好。然后他有一次，他就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里面，他就去看这个注释书。好，然后我就到旁边去问他说：“现在正在做礼拜，你怎么没有上去听牧师讲道？”那是另外一个牧师在讲道那因为这个是这个牧师的教会的年轻人，那我在他的教会里面当神学生，我就跟这个年轻人讲说：“你怎么不上去听讲道？”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牧师的讲道很无趣都快睡着了，我干脆还是自己念好了，搞不好自己念还比较清楚。”后来我跟这个年轻人讲说：“亲爱的年轻人，你知道，如果有一个邮差，他带着邮包，然后他来给你送信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个邮差长得不够帅，他没有学历他可能这个穿着打扮不够好看，然后你就拒绝接受他的信吗？你就拒绝接受他所送来的信吗？”
他说当然不会啊，这个因为是有人写信给我，那邮差只不过是过程而已。说对了，牧师传讲过程，但是你要接受的是上帝要给你的信息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不算什么，或许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人长得怎么样啊，不是这个人怎么样的行为，不是他的外在怎么样，而是他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用外在来看的话，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及格的，但是上帝常常用不及格的人来做他的成就他美好的事情。各位知道以前的旧约里面，祭司不够高是不能当祭司的。各位知道我身高几公分知道吗？我只有163，我从国中就一直长到现在就是163，没有再长高过了啊。然后身上如果有刀疤、有伤疤的时候，是不能够当祭司的。我有开过刀，我身上有开过刀，不能当祭司。如果是眼睛看不见东西的话，各位我们当中更多人不行，为什么？因为眼睛看不见是不能够当祭司的。所以祭司的条件要求很高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却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让我们可以来传讲上帝的话。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好像来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背景，其实不是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他那一份上帝要给他的恩赐。好，所以论断常常是基督徒最坏的恶行。所谓的论断，就是我们常常去批评别人，去论断别人，去用一些事情来去定义别人，说啊，他就是这个样子。讲这个并不是在指责弟兄姐妹，而是我自己也是啊，我必须要承认说，有时候牧师自己，我们也会去讲一些话去批评，或是去论断，或者是认为说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好像我们不认为这个是错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反省说，我们会不会把人框住了，好像就认为这个人不会改变，这个人永远都不会有不一样，这个人不会成长了，或是这个人他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这个来看人的。我有一个同学，专科时代的同学，那他跟我在寝室里面，我们是一起住的，住了3年的时间。然后我曾经常常用一些的方式、机会跟他传讲福音，但是他始终不愿意接受。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大概应该可以放弃这个人。但是在几年前，大概在5-6年前的时候，他突然间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他就写下这一段话。他说：“我被鬼压床了，但是我呼求了很多的神明的名字，没有一个可以救我。后来我呼喊了耶稣，居然那个鬼就退去了。”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心里面吓了一跳，是这个人，我们将近20年的同学，20-30年的同学，居然他都没有信主，怎么突然间在 Facebook 上面他说他要当基督徒了？很惊讶，很难接受。然后下面还有一段，还有很多人在写回给他，说你大概是没有呼喊所有的神明啊，你大概神拜得不够啊，所以这些鬼没有离开。这个我的同学他这样写，他说：“我知道我所经历的，我真的相信耶稣为我把身上的鬼赶走了。”他这样写的时候，让我非常的惊讶，是20年前、30年前，我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接受，然而你现在却能够接受，只因为你真正的领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偏见就是这样，我们会认为他大概不行，他大概不会，他不好。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上帝的手仍然在工作。好，所以因着他的家乡的人不信，所以耶稣也只好作罢离开。所以第6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得已离开他的家乡，又到别的地方去传信息。明明可以在自己的家乡里面能够来显神迹，能够有这些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不能够在家乡做这些事情，因为家乡的人不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信主很久，我们反而也不信了呢？
我们搞不好会不会也是像这些家乡的人一样，信耶稣太久了，所以我们大概也不太相信耶稣会医治我，耶稣会帮助我，耶稣会带领我冲过这些的难关，耶稣会帮助我，让我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上帝。很多时候，我们的不信也变成了拦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应当好好的去珍惜跟爱惜我们每一天有与主亲近的时候。所以耶稣被拒绝，耶稣被这个撇弃，耶稣被他的家乡的人给这个唾弃或是鄙视的时候，他仍然吞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人误会我们，当有人看不起我们，当有人觉得我们好像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耐心，让耶稣的忍耐也在我们的里面。当被误会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看不下去的时候，这些的委屈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耶稣也是这样。耶稣被拒绝，耶稣被偏见，耶稣被藐视，然而他仍然持续不断的来做福音工作。他没有因为在家乡受挫，然后他就算了不做了，他仍然坚持跟持续不断的在他的服事上能够忠心的摆上。我们的教会今年过59岁，那明年就是我们的60年。60岁的教会能够维持60年的时间是很不容易的。最近跟几位前辈跟长辈们来谈到有关我们的荣光堂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荣光堂在59年当中经历过许多的风风雨雨，然而就是有一些忠心的人，他们留在这里，在这里服侍，在这里摆上，以至于这个教会还可以继续的留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那些默默无声，那些就是被骂不还口的，他们认真的在这里服侍，他们认真在这里摆上的这些的长辈，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真的爱这个教会。所以当我们现在60年，我们要进入60年的时候，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感恩的同时，我们也要向这些在教会里面忠心摆上，甚至没有被看见他们的服事，甚至被人家给藐视，或甚至是别人不在乎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忠诚跟他们在这里的摆上是应当得到赞美跟肯定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没有因为这些的拒绝而放弃他的工作，放弃他的服事，他仍然忠心的在上帝面前。好，但是耶稣的策略做了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以前都是耶稣一个人在做的，但是各位如果看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开始差遣人去做这些事情。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请念来。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亲爱的弟兄姐妹，有2个团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有2个团体，他们的信心不一样。前面第一个耶稣家乡的人，他们拒绝，以至于耶稣没有行神迹在这边。但是另外一群人，耶稣的门徒，这12个人，当他们去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带着耶稣给他们的权柄，让他们能够去制服污鬼，让他们可以去传福音，让他们可以去服侍众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软弱，好像我们不能做什么。其实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信的人就有能力，又有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我要特别称赞我们这些从香港来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到屏东、嘉东的地方去那边办夏令营。我相信你们在那边有经历到一些的感动跟感受一个乡下地方，教会很少，然后很多都是客家人的地方，福音很难传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去到那里，用他们的热情，用他们的生命在那里来教导这些的孩子。
也许只有短暂的时间，但是这些孩子们会记得2024年的暑假，曾经有一批从香港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帮助我们。15年前也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到嘉东的地方，那时候我在那边开拓教会，在那边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他们要办夏令营，跟我们的年轻人一样，要办夏令营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那个挫折是什么？因为在那一年的夏令营当中，我们发这个邀请卡给这个国小，给这些的老师跟校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要来报名。然后当我们去拜访校长的时候，校长说因为这个那一年有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有一些这个有名的团体到这个我们当中来办夏令营，所以我们就很多孩子们去那里参加这个夏令营。那这些从台中来的孩子，他们就觉得很受挫。我们准备好了，可是我们来到这里，没有人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怎么办？我们有什么可以去跟人家比拼？那时候他们就在开始数算说，你看人家有朱宗庆打击乐团，人家有什么什么团体来这个云门舞集来这边跳舞，那我们有什么？当中有一个年轻人，他这样说：我们有爱心啊，我们有爱心啊。当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刚好被一个老师听到了，所以这个老师可能也有帮忙。然后这群年轻人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到街上去把孩子们带到学校来参加夏令营。在那一场的夏令营当中，有30几个孩子在那里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活动。为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校长在最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夏令营结束的时候，他就特别讲了这个话。他说：教会团体来，也许你们什么都没有，也许你们什么都没有比别人好，但是我听到你们的年轻人当中说，我们有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心可以胜过一切，爱心可以胜过朱宗庆打击乐团，爱心可以胜过云门舞集。当我们愿意能够用爱心去服侍人的时候，那些是没有可以比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差遣12个人来，让他们出去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凭了信心，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比别人好的地方。很多耶稣的门徒都几乎是渔夫，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人，然而耶稣却使用他们。上帝看重的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崇拜的激情，而是我们每一天的尾声。我们有没有愿意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上帝？各位，如果看耶稣这12个门徒里面，耶稣对他们的吩咐就是要求他们常常跟自己同在，然后也差他们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上帝的面前预备好自己，然后来服侍神，或者是来做你的工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花一些时间，能够来服侍上帝，能够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刻。我们的暑假前天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线上读书会已经开动了。那我们的线上读书会这个培养这个灵命的52个好习惯里面，第一个好习惯就是要花时间亲近上帝。好，所以那本书里面有建议说，每一天让我们有15分钟的时间来跟上帝好好的祷告，而不是忙乱当中随意的祷告，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预备心，有15分钟的分别出来，让我们跟上帝亲近的时刻。当我们看电视少看15分钟的时候，让我们多这15分钟来跟上帝祷告，让我们能够在服事上能够更加的蒙恩。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就纷纷的开始愿意立志，我们期待每一天我们都有15分钟的时间跟上帝有美好的亲近。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天15分钟，让我们与上帝有美好的亲近。卫斯理每天祷告2个小时，马丁路德每天祷告4个小时。这几位属灵伟人，他们每一天都花时间在祷告的。所以你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就来告诉你，你是不是真的爱耶稣。当你做选择的时候，你愿意花时间给耶稣，或是花时间在其他的地方。这些
12个人他们出去，他们带着耶稣赐给他们的权柄跟能力的时候，他们出去是有果效的。我们看到在第12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2节，12节一起念来。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做耶稣在家乡里面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这些人去到各个地方去传道，叫人悔改。叫人悔改是很困难的，然而耶稣的这12个学生，这12个门徒，他们做到了，他们让人能够悔改来相信耶稣。所以传福音要做2件事情，第一个，悔改跟相信耶稣是连在一起的，相信耶稣也要带来悔改的信息，带悔改的信息也要将耶稣的救恩能够带到人的身上，让人能够来认识上帝的恩典。除了这个以外，耶稣给他们权柄做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行动，一个上帝的工作在这些门徒身上就行出来了。我们来看13节的地方哈，我们一起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上帝会把我们放在某一些位置上，上帝会把我们放在某一些环境跟情境里。当这些环境跟情境需要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过就是教会里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姐妹，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只是一个小小的基督徒，我们好像不能做什么。有一个年轻人，他这样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的班上只有我一个基督徒，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就跟这个年轻人讲说：“如果你的班上只有你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你应该就是这个班里面的牧师喽。如果你的学校里面只有你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你的学校你就是这个学校的校牧。如果你的工厂里面，如果你的公司里面，如果只有你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应该就是那个工厂的场牧，或是这个公司的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只有你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哇，我好孤单，我好软弱，没有力。当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禾场就在这里。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小看自己。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大的。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各位知道，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样样都有。他们没有音响，没有敬拜团，我们还有诗班，还有敬拜团啊。没有吉他，没有招待，没有软垫椅子，没有暖气，没有空调，但是他们只有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百姓。他说这样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希望增加外添些什么，然而教会里面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百姓，让我们可以把上帝的话传递出去，来为主做见证。这一群人是为主做见证的，这些话语是让人能够认识上帝的，这样就够了。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现在还有这些丰富的时候，我们更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我们超过的丰富，让我们可以在福音事工上面有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与人来传递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真诚的带出那样的生命。耶稣的12个门徒，他们用他们的信心，借着生命来传递信息，让人看到他们的改变。所以我们也是用各样的方式，让人能够得着福音，让人能够认识神。我们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也带到人的面前，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不信跟偏见会让人看不见耶稣。所以如果有人说我看不到耶稣，我不知道耶稣在哪里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偏见跟我们的不信。我们的不信跟偏见会让我们看不到耶稣是谁。耶稣用30年的时间来预备自己，来朝见，来服侍他的家庭。但是他服侍完之后，他立即的出来服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呼召你的时候，让我们不拒绝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也能够预备自己来服侍上帝。上帝所做的工作，人无法了解，无法明白，然而信的人就能够晓得，就能够知道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做的。第二个，相信和遇见使人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天花时间在上帝面前与主亲近，让我们与主更加的认识。我们是基督徒，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像基督一样，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耶稣基督。我们的年轻人到乡下地方去，应该会知道啊，我们在台湾乡下地方，很多人对基督徒是有很多负面印象的啊，所以他们常常会说，看到基督徒来说啊，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以前我会很不喜欢这个话，可是现在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耶稣来到他们的乡村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了这个话很好。如果我们去到人家家里面，人家笑我们说啊，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这是很棒的。就像200年前有人笑我们的卫理公会说我们是一群圣经虫，或是说我们叫做 Methodist， 因为这一群人叫做规规矩矩的。但是以前的那个不好的话，现在应该要成为是一个美好的话语。就像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刑具，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花时间亲近上帝。戴德生这样说，我们要腾出时间，每一天的朝见上帝。第三个，真实的见证使基督能够得到荣耀。所以基督徒不是我们每个礼拜上教会，而是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无论做什么，是像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许我们会因为人来分别做不同的对待，但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件事都是为主而做的，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时间的安排、我们的学习，都是为主而做的。上帝不要完美的门徒，但是上帝要一个愿意真诚跟随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真诚跟随的门徒是一个信心的门徒。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凭信心来跟随上帝的路来走。所以做门徒不是参加教会的课程，而是让我们谦卑的与主同行，每一天能够活在神的爱跟恩典当中，也行走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愿意寻求你，愿意亲近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用偏见，不用外在的眼光来看人，来看上帝，帮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来看这个世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分享。是的，我们尽量要不要存在偏见，但是我们能够自己成为见证。好，我们接下来是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的300首的第1段。请起立。身体为我施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难主自己为我设立，主亲手破这饼，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明杯，与主合一。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卫理公会在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每一次来就近圣餐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跟机会，好好来思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台湾的北部最早来做福音工作的当然
不是算马偕了哈，如果400年来算的话，但是新教最早来到台湾的这个马偕博士，他的前面5年的时间，其实他带的门徒不多，大概只有5位。所以比较常常跟他在一起的大概就几位，没有很多的这些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以这个眼光来看，其实他的福音工作进行得很慢。但是有一次，当他们在做这个圣餐礼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叫清华他名字叫清华，然后他在要领圣餐的时候，突然跑到外面去了，在那里大声的哭泣。很多他的同学，很多马偕的门徒都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马偕也跑到外面去安慰他，然后去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基督徒，这个清华，他这样说，他说：“我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我居然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不敢来朝见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牧师不是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应该来朝见上帝。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来朝见上帝。后来马偕跟他的其他的学生就安慰了这个清华，在主面前，他们在那里祷告，求主的赦罪之后，这个清华这个年轻人他才来到圣桌前来领受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应当也是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牧师穿的牧师服里面，只有一块是白的，其他都是黑的，因为表征我们是一个罪人。只有讲上帝的话的地方才是白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牧师不是完全人，牧师也不是一个圣人。但是我们都在真道的路上走，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往上帝的真道、永生的道路上走。那或许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经历里面，也曾经碰过有一些牧师，或是有一些教导者，或是有一些老师，或是有一些领袖，他们有可能有意或无意间让你受了伤，让你觉得很难过。也许他讲的话让你受了一些的伤害。我记得我昨天还有前几次，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我说我曾经很希望能够像钢琴王子一样，能够在钢琴前面弹琴。但是因为我的老师讲了一句话，让我后来就彻底的就不再弹琴了。那句话就是他说：“你的手指太粗，弹起来不好看。”那弟兄姐妹们，要饶恕跟原谅那样的伤害确实不容易，因为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一个热情，想要来学习，但是那个热情很快就会被打消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牧师有时候也不小心，可能会让人心里软弱，或者是可能会让人冷淡了。那千万不要怪你的牧师也不要怪你的老师，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的。或许他们只是在那个场子里面，他们有一些的希望你更好。那也许我是支持努顿，因为我是30岁以后才开始学琴的，所以可能也许支持努顿。但是上帝也给我别的地方有别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受过一些的伤害，也许我们常常会不饶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让我们也学习饶恕跟原谅，使我们可以得到释放。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特别是牧长们或者是一些老师们。如果曾经我们感受过他们对我们的伤害，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能够决定来做饶恕跟原谅。或许这个人不在了，或许这个人没有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上帝是知道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我们预备来领受圣餐。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是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
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那等一下我们的陪餐同工就位之后，我们就请弟兄姐妹们到台前来领圣餐。卫理公会到台前来领的意思就是谦卑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2路大家可以到前面来领受圣餐。在领餐之前，我们有年轻人他们会帮大家喷上酒精让大家可以在领的时候可以手是干净的，可以来领受。
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依照顺序来到台前，准备来领餐。让我们就按照顺序来到台前，来领受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的弟兄姐妹，请到3楼来领4楼的弟兄姐妹，请到3楼来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你已经领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领完马上我们就可以使用领完我们马上使用，然后回到位置上，让我们就在那里祷告，我们来预备等候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请你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灵里面也领受上帝的恩典。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领受这个饼杯，领受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不小心饼掉了，或者是盛在杯里面，不要用手去捞我们会再给大家一份再给大家一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你已经信主了，你愿意相信耶稣，那么凭着信心，用你的手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来领受这个灵里面，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饼杯。虽然我们不能够到台前来领，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来领受这样的饼杯，表达我们对耶稣的敬爱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同样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表达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愿我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合一的群体。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合一的教会。无论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一体。还有
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诵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我们的圣餐礼到这里。接下来是回应礼。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与主合一》新灵粮诗选300首的第2段。请坐。接下来是奉献礼，请司献的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一无所缺。主啊，你也赐给我们所有的需要。这个时间，我们也要将我们从你得到的奉献一部分在主你的面前，求主悦纳使用。谢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请弟兄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
我们有几位新朋友，我们先介绍一下，之后我们再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刚才牧师也介绍过香港的年轻朋友一共是13位，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边。昨天刚好我有来，晚上的时候有来教会也跟几位有聊过天。我知道他们今天下午就是晚上的时间就要回去了，坐今天的飞机就要回去，所以今天是他们最后的一天，也希望你们以后常常来台湾好，另外一位现在我们要介绍陈伯涵先生，陈伯涵弟兄，欢迎你，请坐。杨丽芬姐妹，欢迎，请坐。吴思敏，吴思贤，欢迎，请坐。好，一致欢迎，永远欢迎。希望你们有时间常常来我们教会参与我们的聚会。好，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在唱第2遍的时候，大家就彼此问安。接下来有几个教会的事工要来报告一下。今天主日之后11点40分要召开小组长会议，是在205教室然后12点40分要召开的是执事会，在201教室，那请相关的同工留步参加。好，那我们本周主日之后11点30分到12点半已经开始了启发课程实验小组是在201教室来上课的，为期是12周很特别。这个课程每周都供应餐点所以请有意愿参加的能够参与。
那前2周是可以加退选的，所以可以欢迎大家试读上课。那教会已经开始减少纸的用量了哈，所以说周报的印的数量会减少请大家尽量用 QR code 来看。好，7、8月要推动各项的暑期读经课程这些都是免费的那有周6的课程是台语读经班读马可福音，还有周5晚上的7点到8点线上群组读书分享会就是刚才牧师有介绍过的灵命成长52个好习惯。另外第6项是卫理神学院延伸下学期的课程是教会历史讲师是刘清浅牧师邀请弟兄姐妹可以关心祷告也参与。另外我再报告一下，就是52届的卫理公会全国姐妹会夏令会截止报名的日期是7月14号活动的日期是在8月16号、17号活动的地点是在苗栗的西湖度假村讲员是天云合唱团，还蛮特别的请姐妹们尽量报名参与了。好，我简单的报告到这里，肢体的消息请大家自行参阅代祷。牧师有没有？好，那么我们就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倚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你也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恩典来成为众人的祝福，使众人因我们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如果有病痛、忧患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或者是来到台前，牧师会为你们祷告。